这是我要来共读圣经，咱三甲来共读圣经。今日圣经有两位，头一位是旧约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5节，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伫现代中文日本24面，台语汉语版20面。过了寡时候，上帝考验亚伯拉罕，上帝呼叫伊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回答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爱带着你的囝，就是你所疼痛的独生囝以撒，到摩利亚去。我要将你指示你的迄座山顶，甲伊当作烧化祭献互我。第2天一早，亚伯拉罕破好要献祭用的柴，放伫炉仔的顶面，带着以撒甲2个奴仆，同齐往上主指示因的所在去。第3天，亚伯拉罕就看见迄个所在，接煞伊对奴仆讲：恁甲炉仔留伫遮，我甲囡仔要去迄个所在敬拜，然后会阁转来到恁遮。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，马可福音12章30节，伫新约现代中文日本78面，台语汉语版第55面。恁爱以全部的心智、情感、理智、甲力量听主恁的上帝。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、领受搁去行的人。今仔日的信息，咱真欢喜，咱本堂的四淑玲牧师伊要来分享信息。伊的题目是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敬拜，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敬拜。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着的圣乐主日，通过礼拜，互咱的敬拜加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帝，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圣乐就是伫礼拜或者是敬拜上帝时所使用的音乐，包括歌声、乐器等等。伫敬拜上帝过程中，除了逐项的音乐敬拜以外，看重咱内心的上帝，搁较是期待咱会当对内心回应出真实的敬拜，来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恁疼阮，互阮会当伫主日的时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，你进入阮的心内，通过你的话，通过礼拜，互阮的心得到对你来的教示，也得到对你来的稳定，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也会当记牢你的话。求主你来带领阮，也祝福阮。以下的时间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假使一个合唱团，伊得到世界比赛第1名，或者是伊常常拢会当得奖，咱知即个合唱团一定是真有水准。无论是因的歌声、因的动作，甲其他的条件，拢是非常的优秀。才有可能遮尔杰出。不过，我要请问，这合唱团员，因是毋是伫学乐敬拜上帝，互上帝欢喜呢？是无？毋是，因为大部分的合唱团团员，伊无的确毋是基督徒，总是因真努力唱出真水的歌声。为着就是爱伫比赛中会当得到冠军，因毋知影学乐敬拜上帝意义，因为因唱歌的对象是裁判，是观众，毋是上帝。各位，相款每一个主日，咱伫遮礼拜，咱伫礼拜中，咱也会做伙
唱诗歌敬拜上帝，但是并无代表咱的敬拜会得到上帝欢喜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抱着无同款的心态来做礼拜，所以咱要了解礼拜中敬拜对象是啥物人，礼拜中敬拜的重点佫是啥物？第一，要请问礼拜敬拜对象是啥物人？大家拢足够的，当然是上帝。所以咱毋是照着咱家己的习惯、咱的心情、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，咱是要努力超找上帝欢喜，以及用圣经教示的方式来敬拜伊。伫敬拜中，上帝伊是观众，咱的敬拜是互上帝看，毋是互人看。敬拜上水上悬的境界，就是马可福音第9章第8节讲：因忽然四过看，无看见一人，只有耶稣甲因伫遐尔。和合本的圣经讲：只见耶稣一人，只见耶稣一人。第二个敬拜重点，伫礼拜敬拜中，毋是咱伫敬拜过程中期待家己的情绪得到透放，诗歌唱甲真嗨真欢喜。反正咱伫敬拜中，咱所敬拜上帝，是毋是有得到应该有的荣光？咱的敬拜是毋是有互上帝所欢喜？就亲像伫礼拜中，诗班唱诗歌学落了后，司会者大部分拢会讲：愿美妙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帝，互主欢喜。所以敬拜了后，咱毋是问咱家己，我感觉好还是毋好？反正是要爱问上帝认为安怎？上帝有欢喜也无欢喜？各位，上帝逐礼拜是在享受咱的敬拜，还是伊在忍受咱的敬拜？也就是讲，咱的敬拜是毋是有互主所欢喜的敬拜？安尼，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敬拜？有可能咱遮侪人伫遮，咱每一个人的定义拢无共。不过拢无关系，因为重点毋是咱认为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敬拜，应该是上帝安怎定义啥物是伊所欢喜的敬拜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，当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时，有讲到敬拜。创世纪22章第5节安尼写：亚伯拉罕对伊的奴仆讲：恁甲驴仔踮伫遮听候，我甲囡仔去遐敬拜，就倒来恁遮。各位，亚伯拉罕的即个敬拜，为虾米会得到上帝欢喜？伊是用虾米款的态度来面对？大先，亚伯拉罕伊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，甲正确的认识，而且即个信心是起造伫上帝话语顶悬，毋是起造伫人的经验。因为若是用人的经验，一个献做祭物的，伊只有死路一条。总是亚伯拉罕犹原献就以撒，这是信心，毋是经验，是起造对上帝话语的信心。因为亚伯拉罕捌因为上帝讲过一句话，讲：你要对以撒得到我所应允的子孙，所以以撒袂当死。就算以撒死啊，上帝伊也要互以撒过啊。亚伯拉罕完全相信上帝信息，将信心起造伫上帝话语顶悬，这就是信心。兄弟姊妹，假使你有一种的想法，就是过去上帝拢毋捌安尼做过，现在伊当然嘛无可能安尼做。
或者是假使上帝伊会当做，伊早就会当做啊，何必等到即马呢？等等即款的想法，咱用过去的经验来想上帝伊即马甲未来的作为。咱无相信上帝是无所不为的上帝，即种叫做将信心起造伫人的经验顶悬，安尼就永远无法度体验耶和华以力，也看袂到上帝互咱新的稳定。耶和华以力是啥物意思？啊？毋知？圣经其实有记载，就是耶和华一定为咱备办一切。好，耶和华以力就是耶和华一定为咱备办一切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带出一个顺服的行动。希伯来书11章17节有讲，因为信心，亚伯拉罕伫上帝考验伊的时，将囝以撒献就，当作祭物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带出一个行动，就是献就独生囝以撒。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。雅各书也讲，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毋但是心内默认，伊搁较是用献就以撒的行动来回应，因为信心会带出全然的交托、顺服的行为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用行动来见证。咱看，当亚伯拉罕甲迄个两个萝卜讲：“恁甲驴仔踮伫遮听候，我甲囡仔去遐敬拜，就倒来恁遮。”那照希伯来原文的意思，应该是讲，敬拜上帝了后，我要将细囝以撒带倒转来，大家才做伙来转。希伯来书11章18节、19节也讲，上帝捌对伊讲：“你要对以撒得到我所应允的子孙。”伊认为上帝会当互以撒对死过活。其实咱也会当讲，亚伯拉罕确实捌将以撒对死带倒转来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顺服上帝决定。因为顺服的行动，伊体验了耶和华以力，伊看见上帝为伊备办的恩典，就是取代以撒的羊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甲亚伯拉罕同款，拢是受造的人，所以咱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咱也会领受甲亚伯拉罕相款的恩典。爱顺服，顺服上帝的方法，顺服上帝的手法。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，咱拢真愿意为上帝做一款代志，但是毋是照上帝的意思，反正拢是照咱家己的意思。咱常常祈祷，嘴讲主啊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但是咱的内心、潜意识内面，却对咱家己讲：“主啊，照我的意思来成就。”咱无听探上帝的话，也无遵照上帝的意思，所以无法度领受到耶和华以力的祝福。上帝赐福亚伯拉罕，予伊耶和华以力的恩典，主要的原因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因为你听探我的话，因为你听探我的话。”是啊，亚伯拉罕伊用自由意志，伊选择顺服上帝的吩咐。虽然伊非常毋甘伊的独生囝以撒，但是犹原用顺服的行动，献就以撒食做祭物，来表达伊是全心全意对上帝敬拜，来得到上帝欢喜。主耶稣搁较教示咱，伫马可福音12章30节，伊讲：
你着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符合本圣经。主耶稣家己也回应，亚伯拉罕得到上帝欢喜的敬拜。就亲像咱主日礼拜，或者是每一届咱聚会敬拜时，毋若用圣诗、福音诗歌、灵歌、拍扑仔、野手跳舞、祈祷，或者是各种的乐器来表现。主耶稣提醒咱，搁较重要的是要学习用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来敬拜咱的主上帝，互咱伫敬拜中甲主相拄，领受恩典。因为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的敬拜，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。第一，真心敬拜，也是专心敬拜。诗篇103篇第2节有讲：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。咱的心，伫希腊原文的意思，就是管理、控制人的灵魂体一个中心。所以，咱人照着心来接触上帝，咱也照着心来决定咱的行为。所以，伫圣经中讲到心，拢是在指咱的意志、咱的决定。就亲像今仔日早起，咱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只是咱的心是毋是还阁在受着家己的事业、咱的学业、咱生活中大大小小所有的代志等等，互一切世间的忧愁、挂虑、烦恼，拢充满伫咱的心内。所以，咱人虽然坐伫礼拜堂，坐咧做礼拜，总是咱的心无伫即个所在。各位，即款的敬拜，结果是咱在应付上帝，却无法度对上帝遐来领受恩典、满足。所以，当咱用世间的头脑来受教会，用世间的眼光来看教会，即种态度的敬拜，并毋是会互上帝欢喜的敬拜。假使咱来做礼拜，咱是用一种欣赏，或者是批评的态度来批判信息来做礼拜，当然搁较无容易有感动，对上帝的敬拜学乐也无感觉。结果伫礼拜中，咱无领受到对上帝来的祝福甲恩典，反正咱是白白浪费咱的时间，也搁较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。第二，真心敬拜，也是专情敬拜。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到第4节讲：各以色列人啊，我一向听恁，我犹原要用信息不变的听恁。我要搁建立恁，恁要搁提起恁龙鼓，甲快乐的人做阵跳舞出去。真心。伫现代中文译本就是专情，情就是指咱人的感情，咱人的喜怒哀乐，拢是对即个情来产生。咱的上帝，伊是一位充满感情的上帝，伊爱咱用感情来回应伊的疼。上帝无意爱人的虚假，伊也无意爱人压抑情感，伊爱人忠实来表达内心的感受。咱想看觅，每一届做翁婿，若是对心底对太太讲“我爱你”的时，伊应该是笑眯眯，而且真自然啊那拍开双手，互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当大会中在欢迎贵宾的时，在场所有的人，当贵宾徛起来，大家拢会安那，甲伊拍扑仔、鼓掌。当球队伫最后1秒钟反败为胜的时，现场在支持的观众会安那，欢喜到跳起来，
甚至大声在欢喜、在欢呼等等。这个拢是咱人感情真自然的一个表现。相反，当咱经验上帝奇妙的恩典的时，或者是敬拜中有感受上帝同在的时，有当时咱嘛会举手，有当时嘛会拍扑啊，也会唱歌来敬拜学乐咱的上帝。这个拢是真自然的表现，也是上帝所欢喜的。第三，真意敬拜，也是专一敬拜。伊是指咱人的理性。理性是啥物？咱看咱教会四周围，咱看咱的教会，当咱看到咱的礼拜堂遮尔啊庄严，遮尔啊神圣，咱就会想，咱的礼拜堂吼一定有特别，有人特别去设计出来的。这就是理性，互上帝所欢喜的敬拜，毋那只是感情的经验甲表达，搁较应该是人对上帝爱有正确、细致，搁较深刻的认捌。安尼的敬拜才会有深度。就亲像先知以赛亚，伊在敬拜时，以赛亚伊看见主上帝坐伫悬悬的宝座顶悬，规个圣殿拢充满着上帝的荣光。只是伊体会到上帝的性格甲公义，也看见家己的误会甲拉惨，所以伊讲：我惨啊，我有灾祸啊，因为我嘴讲的每一句话拢无清气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同款无清气。何况我阁亲目看见君王上主万军的耶和华。所以有的兄弟姊妹在敬拜时，伊认捌着上帝的慈爱，互主的听来摸着伊的心，来感动到流目屎。或者是讲有人在认罪悔改时，因为信心的感动，看见家己得罪上帝、得罪人，就家己责备家己，所以来流目屎，甚至是大声吼。这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除了这以外，咱对上帝要永远不断追求，搁较侪的认捌，才会当有新的体会，才会当不断唱出新的歌，用上帝欢喜的方式来敬拜、学乐伊，来高举荣光咱的主上帝。第四，尽力敬拜。也是全力敬拜。诗篇150篇第3节到第6节讲：爱奔扫角学乐伊，爱大琴大瑟学乐伊，爱拍鼓跳舞学乐伊，爱奏乐吹箫学乐伊，爱用响亮的喇叭学乐伊，爱用音乐的喇叭学乐伊。一切有生命的受造物，拢要学乐上主。要学乐上主，尽力的力，就是用身体去行、去做、去表达出来。敬拜学乐上帝的方式，圣经中教示咱用各种的方式，也双手拍扑啊，大声欢呼、拍牌来敬拜、来敬拜。圣经也教示咱要用各种的乐器。所以讲，奔扫角，伫现代就是手钟、钢琴、管风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，真侪项，拢会当做伙来敬拜学乐上帝。所以尽力敬拜上帝，就是不管别人的眼光，咱是全神贯注、专心注目伫上帝。亲像圣经撒母耳下卷第6章14节有记载。当大卫王，伊要迎旨上主的约柜转到耶路撒冷城的时，伊无顾虑别人的眼光安怎甲伊看，伊就伫上帝面、耶和华上帝面前尽力跳舞，荣光上帝，用自由活泼的肢体语言，
以及各种的乐器来敬拜上帝，互一切焦点拢集中伫咱的主上帝一个人，互上帝来欢喜。感谢上帝，当我伫4年外前，甲黄牧师结婚，互我无需要经历做爸母6屎6尿的辛苦，却互我有机会享受疼孙孝顺的欢喜。顶个月7月24到27，咱的教会有举办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，互我的大汉孙还未满7岁，拄仔要读国校，伊叫做阿琪。因为参加即个营会，有机会来阮兜住5暗。有一天，阮甲伊食暗顿的时，阿琪就甲我讲：“阿嬷，你煮的晚餐好好吃哦，谢谢你哦，来我家当我的阿嬷。”我爸爸有告诉我，我原本的阿嬷在很早以前，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她就因为生病死掉了。阿琪哥讲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跟阿公阿嬷住一起，我都没有。阿嬷，你赶快跟阿公搬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。这几天拢直直甲阮讲这个话。当营会结束了后，迄暗阮就载孙仔转去淡水，甲囝的全家做伙食饭。阿琪就甲伊的妈妈讲：“妈妈，我们很多同学都有阿公阿嬷一起住，我都没有。我好想让阿公阿嬷来我们家住哦。”阮的新妇就回答伊：“家里又没有多的房间，阿公阿嬷要怎么住？”结果阮孙回答：“我们可以去 IKEA， 把里面的一个房间买回来放就可以了。”各位，一个还未满7岁的囡仔，伊拢会当感受到我真有限的我对伊的迄个疼，所以欢喜我也爱我，佮用真心的心来讲这个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如果咱也是真心真力疼咱的主上帝，安尼我相信全能全知的上帝一定比阮孙阿琪佮较会当感受到咱的疼。上帝接纳咱，就会进一步欢喜接纳咱的敬拜。同款，全能佮疼咱的上帝，伊佮较是真心真意真力来疼咱每一个人。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迄个还未满7岁的囡仔同款？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疼，对内心来学乐感谢敬拜上帝，而且愿意用顺服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伫圣乐主日中，咱唱诗歌，而且用济无同的乐器，甲咱做伙敬拜上帝，搁较互咱会当做伙思考，得到上帝欢喜的敬拜，是要用全然的信心、顺服的态度，搁要用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的行动来敬拜咱的主，互咱伫敬拜中将焦点注目伫上帝，将阳光归互上帝，互家己伫礼拜中降服伫主，互主掌权作王，互咱伫生活中来经验耶和华伊力的恩典，愿阳光归互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阮是遮尔袂堪得到你的疼。主，总是你意爱阮，欢喜阮，你要将你所有的疼拢放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的心真正是会当转到亲像囡仔同款。当阮领受到你的疼，甲你的同在时，阮会愿意对心底来回应你，来学乐你，来感谢你，来敬拜你。主，恳求你的信心来帮助带领阮，互阮每一个人通过伫敬拜中，甲你相拄，领受对你来的教示，
对你来的稳定，阮会当带入阮的生活中，互主你来使用，诚做上帝要使用的器具，也诚做祝福人的器具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，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拢会当献上互你所欢喜的敬拜，互主你得到荣光。主，阮咧，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